伫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的邀请，美食发明家跳大师，同时嘛是台南市韩友会理事长廖胜芳，4号上午伫议会1楼干报室举办跳大师的韩诗发表会，一出场就以跳大师的茶甕仔来吟诗。东山再起，进行。台湾政治不是非，万民有光应立为，一人得道将天贵，3分人行7分鬼。我跳大师啊！跳大师因为甲韩国瑜是做兵的同伴，对韩国瑜竞选市长当选到总统的大选，市长被罢免顶阶段，跳大师拢尽心来观察，因此将期间收集的资讯来化作新诗的发表，有分作韩诗300首、韩诗大选、加罢韩诗定。书的发表会纯粹在探讨当时的那个环境。里面所记录下的一个历史的书籍那我们不是要去惊扰到韩国瑜因为他是我书中的男主角，那还有很多的配角在里面，他是我书中的笔下的一个主角。那么我们持平来看，就是说当时的氛围，让我们去回顾一下当时那种万马奔腾，大家拱他出来选总统的那种气势。那至于他往后。他已经在做这个公益这个点亮基金会了，他目前应该讲说叫做，卧薪尝胆在疗伤的阶段我们不会去惊扰他，我也不会邀请他，我也不会给他帖子，我也不会透过任何的讯息去告诉他说我要出这本书，这是完全没有的。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韩国瑜手上有我的韩诗300首，是当时我当场送给他的，还有的韩诗大选的毛书还没有印刷的时候，我就送给他一本。还有第3本罢韩诗，当时他被罢免的那一天，在高雄的会场上，我亲自把手稿拿给他，所以他拥有我这3本的书的精华都是第一手拿到的。那我们当然希望很多的韩粉的立场，也是希望他能够是不是重出江湖，来为这个国家服务。那目前看起来他是没有这个迹象还是以做公益为主。那么我们就是默默的支持他。他只要信号一响，传令箭一发，所有的韩文他就会归队了。跳大师强调，3本的诗作发表完全是自身的观察，而且是个人出钱来出册，希望韩诗的发表会用成为民间韩流的一个记忆，等待这个韩流有机会会用再东山再起。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